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混血肥仔日前終於肯出聲，拍咗條片，拎住幾份文件出嚟，一副我而家先講真話嘅姿態，以為可以洗白到家暴同撫養權爭議。點知呢條片一出，英國街坊、前同事甚至曾經合作嘅足球員輪住出嚟爆料，將佢啲謊言逐點踢爆。成件事唔單止冇平息，仲越燒越烈。今日我哋繼續企喺反對嘅立場，同大家一齊睇清楚呢個男人嘅真面目，仲有幾多未見得光。先講贍養費，混血肥仔喺條片入面將自己包裝到好似好愛兩個女，好緊張撫養權咁，仲話英國法庭判咗一人一半，講到自己好負責任。但佢英國街坊睇完條片嬲到震，直接出嚟踢爆，你連當初講好嘅贍養費都反口，270磅就想養兩個女，你唔係講笑嗎？即係香港3000蚊都唔夠，就想女方幫你養兩個女。大家聽到未？270磅一個月，港幣3000蚊都冇。喺英國3000蚊可以做咩？交半個月租都唔夠，買餸錢都掹掹緊，仲要養兩個女。你話你愛錫兩個女，話要爭撫養權，結果生活費俾得咁少，錢又唔肯出，光環你就搶住帶。混血肥仔自己喺片入面都直認，去到而家呢一刻，我哋之間只剩下財務問題未解決。佢承認咗錢仲未傾掂，但就唔肯講自己俾緊幾多。而家街坊爆咗出嚟，混血肥仔喺片入面不斷強調，2024年已經同千惠子口頭分居，仲拎咗份分居協議書出嚟做證。但佢冇諗到嘅係，佢英國嘅鄰居睇完條片，嬲到即時留言：點解我住佢哋隔離？我從來冇見過2024年佢哋分居。男方一直與女方同住，直至男方襲擊女方，半夜被警察拘捕。同時警察出咗禁制令，唔俾男方接近住所同埋受害人。佢口中嘅分居根本就冇發生過，兩個人一直一齊住，直到佢喐手打人，警察出禁制令，先至被逼分開。法律上仲未正式離婚，但佢已經急住話自己分居後認識新對象唔算出軌，呢啲叫扭曲事實。你話你分咗居，但鄰居話你冇；你話你離咗婚，但法庭未批。你講嘅嘢究竟有幾多係真，有幾多係自己作？喺片入面將自己包裝成慈父，話自己好愛兩個女，好想照顧佢哋。但英國朋友睇完忍唔住爆料，有一次佢單拖帶兩個女去朋友屋企搞聚會，最後竟然飲到斷晒片。兩個女喺陌生環境驚到喊，不停叫爹哋，佢就繼續撩人15、20。最後兩個女要由朋友送去屋企，佢自己就喺人哋屋企瞓天光，完全唔理兩個女。佢嘅朋友講得好直接，你當然唔信英國圈子啦，因為喺英國都見到個事實係點。Bob 叔話，所以聽到佢話要保護家人同埋做好自己，我真係笑咗出聲。你有幾錫兩個女？我哋英國呢邊個個有眼睇。你呃到你自己，呃唔到英國班街坊。你話你反省，反省咗啲乜？反省下次飲酒揀個冇人見到嘅地方。混血肥仔否認出軌，話自己係分居之後先了解丁丁。但前 BBO 同事即刻出文，爆2024年5月 BBO 團隊去德國工作期間嘅內幕。火車上好似初戀情侶一樣曖昧，即使你同大家一齊行緊去餐廳，去到一半都特登自己行一大段路返酒店幫丁丁推行李。拍攝最後，你更不停叫他搬出來住，甚至話你同男朋友分手，搬出嚟我送家私俾你。呢個唔係一個正常爸爸會做嘅事啩？2024年5月，即係佢仲同千惠子一齊住嘅時候，已經喺德國對丁丁出手，畫手心幫推行李，叫佢搬出嚟住，仲話送家私。呢啲唔叫出軌，叫咩？叫友誼萬歲，叫關心同事，叫做好人好事咩？由1年半前開始到而家，你一直逼人去牆角，長期經濟封鎖、冷暴力、抹黑。兩個女喊住要揾爸爸嘅時候，你又喺邊？喺越南？仲話兩個小朋友唔係你想生。兩個女喊住要揾爸爸嘅時候，佢喺越南同丁丁一齊，仲話兩個小朋友唔係佢想生嘅。呢啲說話係一個愛錫子女嘅爸爸講得出嘅說話咩？你話你愛佢哋，但係佢哋喊住揾你嘅時候，你同第二個女人喺越南愛，有幾愛？我真係睇唔出。曾經同混血肥仔合作嘅足球員譚兆聰都忍唔住出聲，認識佢嘅人都知佢做嘢幾不負責任，無論工作、家庭定係生活，永遠靠其他人幫佢善後。
最令人心寒嘅係，網民翻查出佢2019年喺前公司 ARM Channel 嘅問答影片，當時被問到對太太千惠子有冇減少性衝動，佢竟然笑笑口話，從來都係打佢嘅衝動多過性衝動。網民睇完紛紛話，細思極恐，佢個樣唔似講笑。6年前已經有打老婆嘅衝動，6年後終於變成現實，仲話自己唔係打女人，仲話只係用手指篤。片中仲有其他驚人言論，被問到有冇背妻同前度聯絡，佢認有冇精神出軌，有冇瞞妻約會，佢都認有。解釋話為拍節目，網民發現佢6年前回應出軌嘅理由，同而家回應未正式離婚就結識新對象嘅說法似足90%，即係呢個人從來冇變過，只係今次被人捉到正。6年前已經係咁，6年後仲係咁。講到尾，混血肥仔點解要出嚟拍片？唔係因為良心發現，唔係因為想同公眾交代，而係因為 BBO 已經同佢割咗席，收入來源斷咗，再唔出嚟做啲嘢。日後邊個仲敢揾佢合作？邊個仲敢揾佢拍嘢？成條片想塑造一個被人逼到埋牆先出聲嘅受害者形象。法律上，佢承認咗自己用手指造成對方紅腫，呢個就係 physical force，就係暴力。佢話法官判詞寫佢品格良好，但點解品格良好嘅人會令到前同事、前合作夥伴、鄰居、朋友個個出嚟鬧爆？點解個個都話佢不負責任、講大話、玩語言藝術？點解個個都話佢人渣中嘅人渣？混血肥仔呢次嘅澄清可以話係史上最失敗嘅公關示範。隨住越嚟越多人睇唔過眼，直接向傳媒爆料，佢嘅真面目已經赤裸裸咁暴露喺陽光之下。一個反口贍養費嘅男人，喺個女面前飲到斷片嘅男人，經濟封鎖前妻，冷暴力兼抹黑前妻，6年前仍想打老婆，2個女喊住揾佢嗰陣，自己喺越南同小三拍拖，仲有面出嚟話自己愛錫2個女。話自己絕對冇打女人，做人做到咁，不如收聲啦！你越出嚟解釋，越暴露你嘅醜陋。你話反省，但你嘅行動話俾我哋聽，你從來冇變過，你只係後悔被人揭穿，唔係後悔做過嘅事。大家又點睇混血肥仔呢次嘅澄清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，感謝各位嘅支持。